5月27日，小米集團發布2025年第一季度財報，營收1113億元，同比增長47.4%，淨利潤107億元，同比大增64.5%，均創歷史新高，遠超市場預期。其中，2025年 Q1 智能手機出貨量同比增長3.0%至4180萬台，穩居全球第三。中國市場份額同比提升4.7 percentage 至18.8%，重回第一。公司 IoT 收入同比增長58.7%至323.39億元，其中智能大家電、可穿戴、平板收入均同比增長超50%。智能電動汽車及 AI 等創新業務營收達186億元。SU7 系列 Q1 交付75,869輛。在隨後的財報電話會上，集團總裁盧偉冰表示，完全不擔心 Vario 7對 SU7 銷量產生影響，二者定位不同，受眾有別。同時認為 SU7 無需降價，憑藉產品力足以站穩市場。對於 Vario 7的未來銷量充滿信心，直言可參考特斯拉 Model Y。小米如今多點開花，手機業務國內份額重回第一，大家電業務高速增長。考慮 Vario 7上市及後續產能爬坡，預計小米汽車銷量持續高速增長。隨住元界 O1 的發布，標誌住小米在高端市場佈局上補上了關鍵一環。隨住技術持續投入與新品推出，小米有望在多領域繼續拓展版圖，創造更多業績驚喜。長期可關注小米人車家全生態戰略閉環，以及生態價值和終端硬件入口地位。